16月17号来到成功大学的高志堂参加新代已故的前校长谢汉明的保养典礼。活动的一开始，由学校来播送前校长的回顾影片，对影片中会当了解到，对1980年的时阵来接任新代校长，利用8天的时间，帮助成功大学对一间工学院为主的学校成功转型为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增设了系所达18个新单位，特别是从记录上检索起来，包括矿业及材料科学、航空太空、水利及海洋、环境工程等等的博士班。这个记录是当时全台湾所有大学最高的成绩。不过从类型来看，我们更可以看见，多年之后，这是多么重大的决定，也是多么关键的贡献。因为这几个领域今天都支撑着我们的社会的基础，也是转型的关键。夏校长很重要的是争取了国家14项重要建设的医学中心。我想等一下赖副总统会有更深刻的亲自的感受。这里面重要的内容还包括创立了我国医学院跟附设医院可以合体创建的第一纪录，也创立了今天我们仍然在努力的医疗资讯化、医护宿舍要并建的许多特色。这是40年前、50年前的视野跟前瞻。副总统赖清德嘛以校友的身份回来到母校来颁发保养令。并由前校长的夫人王秀美女士代表接受。王秀美女士特别感谢副总统在这无闲的时阵，佮回来到台南，嘛感谢新代唯一的翁婿申请保养令，并甲应邀拢归功予一路行来所有帮助过前校长的人。夏校长的种种时期，堪为国人典范。蔡总统特别明令褒扬，将夏校长一生的事迹提供国人敬仰。身为校友，能够代表国家，代表蔡英文总统，将这份殊荣亲自献给夏校长，我个人也感到非常荣幸。我是成大的校友，真要感谢夏校长的支持。若非夏校长排除种种的困难，成立了成大医学中心，我是没有这个缘分来到成功大学，也因此更感谢夏校长对成功大学的贡献。虽然前校长的细汉过了较辛苦，但是煞透过家己的努力打到成功了后，甲心力拢放伫咧要安怎来回馈咱的社会。伊无私的典范会永远留伫咧阮的心内。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有这个很大的这个期望在这里，所以我认为这个兄弟是一定要有的。